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，即马研究到这有一点讲啊，讲是这为密报来，讲假生日初六呢，就是这个拉里身躯顶，这个网络开始呢乌白传来传去，讲病毒源吹到啊，甚至有副真济这个密报藏伫武汉一个徛喺厝顶影片，另外佫有市场人讲你食这个密报的场景，配合呢这个文字来吸引人来看。事实上，这拢是当这个全世界有疾病出现的时，拢是要利用民众的恐慌、会惊甲无知所做出来假影片。即摆就带所有乡亲来看事实的真相，来看今日华视拍假特工队。厝顶虾片一掀开，有看到上千万只的密报，每一片虾片内面拢一堆文章，也搁写病毒源头找到啊！这是乌巴武汉真侪人因兜的厝顶，实在是大开眼界。这个讯息伫社群平台一直咧转传，但是咱透过关键字检索，发现2021年 YouTube 影片片段甲网传影片完全相像。重点是这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，并不是武汉。同款甲武汉环境妖魔化，也搁有一边。看武汉市场咧卖啥物，加上一段野味市场，讲因是战绩无比，武汉人真正是造孽。但是咱早后发现，你看到武汉其实是伫咧印尼，你看到的密报其实是美国，过去你看到新加坡手卫生纸其实是中国。每次当大事件发生的时阵，看准大家对疾病好奇，内容农场都重新制作影片。不实讯息的确数量非常的高，我们大概一天有时候要发布3到4则的传言，那这是我们过去1个礼拜的工作量，放到以图搜图的 APP 里面去做反搜，然后去看说，这个图片或这个影片曾经在其他的网站或是其他的事件有发生过，那也可以作为一个比对，去看它的细节，比如说路上的一些招牌有没有中文字，或是招牌里面是什么文字。资讯爆炸阶段，看到恐怖影片，却是无被正规媒体报道的时阵，爱记哩先查证，因为一无细字，你的转传有可能会真做社会乱源。